这是商业竞标应该爱注意的所在，重点我拢写落来啊。啊，若是无清楚的所在，你则顺时来问我。多谢阿伯。嘛安尼讲啦，这不过是以前我伫咧商场上的一寡经验尔。也毋知比什么更较宝贵。以前我总是认为事业是咱一生中上界重要的，也毋过事实证明，咱人一生中真正会当拿伫手头的，并无偌济。志强，阿伯要祝福你事业顺利成功，也毋过你毋通干那咧顾拼事业，假使有机会。你嘛应该接受另外一个值得你珍惜的查某，去追求属于你家己的幸福，知影无？爸。去吧。志强，你哪里啊？爸，我有订鸡汤要互你啉啦，无趁小食啦。好啊，志强，做伙食。好啊，唔免啦，我好来走。志强啊，免着急，阿伯话就还未讲完呢。无，我来去提碗。啊，唔免啦。我要请你食饭，饭店包厢我已经安排好势。免啦，踮咧厝里食就好啊啦。毋过爸，我是专工半时间倒来食你的。金庸啦，你既然遐尔无闲。那着硬半时间倒来食我咧，我凊彩食食就好啊啦。哦对啊，爸，这厝头家哦过2工，就要到咱的厝收转去。我已经哦买一间别庄，我会随时接你过去住。哥，我有甲民警参详过啊，要请爸爸搬过来甲我们斗阵住。金妈，以后啊，爸爸是我的责任，无需要江明正这外人来插手。金庸。家好万事兴，江明正是你袂使，你也放弃对伊的成见。爸，江明正无资格做爱袂使。哦，民警伊就已经改过自新啊，为什么你就是无法度原谅伊？伊这人假使会当改过自新，日头就会对西面出来。我会予伊试一个一无所有的痛苦。哥，人咧讲啦，人情留一线。你也好相看，啊，咱大家平平静静安尼过日子，敢毋是真好？无可能啦！对于伊这款人，就要用非常的手段。金庸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千万莫做出我都弥补的代志。哥，你的事业要拄起步，爸爸就来好我来照顾啦。好啊好啊，莫阁想这样，我袂甲恁大。恁阿某伫遐好好过日子，家爸爸这个老大人是加麻烦嘞。你嘛着好好拍拼你的事业。爸，既然阿伯遮尔坚持，我厝里还阁有空的房间，都先我阿伯来我遐住一阵嘛，我嘛会当代替恁照顾阿伯。等过一阵嘛，恁比较较稳定了，再过来接阿伯做伙过去住。我的爸爸无需要你这个外人在遮牺牲家己。金明，我是诚心诚意，我嘛甲阿伯当作家己爸爸同款。彭志强，你搁在孝顺啥？金明，莫阁讲啊，我愿意甲志强去大做伙。爸。啥物代志袂当单厝人讲，一定要约我出来。我要找你参详的代志，无写伫咧厝来讲啊。如果是你对无要紧，嘛唔对，酒肉好迄只互你食，已经甲桌上卖甲公公细啊。即摆加一个金融，想要甲咱压落底，咱若是更唔想办法，以后毋就大家看伊的面色过日子啊。桌上有交代过，金融是咱的大兄，无论伊安怎甲咱糟蹋，找咱的麻烦，咱嘛爱尽量吞忍，尊重伊大囝的身份。我真唔关心大囝还是慢囝，伫我的心肝内，就敢若有你、甲我，是都家做过的后代。啊，毋过伊已经得到桌上的支持，
掌管古堡集团的贷款。所以啊，我才想要问你，有啥物办法把金明赶出咱的家族？我的身份只不过是你所讲出的客囝。即马岛上的亲生后生已经转来伊的身躯边啊，我敢阁有讲话余地。你讲，你当时变甲遐尔无志气啊？敢讲你甲阮常常互咱欺负，嘛无爱甲我合作，甲金明赶出去？我即马敢若会当尊重岛上的决定。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对啦，虽然讲我无多帮助你对付金庸，啊，毋过我会当甲你讲一件代志。金庸后一个要对付的人，就是志强。你想要对付志强？我的话敢若会当讲到这，千万唔通甲别人讲是我甲你讲，若是有金庸听到，代志有搁歹处理啊。林长，你甲我讲好清楚才走啊！林长。这是一寡对手的资料，包括因材料的成本、佮客户的内容，啊，佮有因可能出的计价，你当参考看卖啊。啊，佮有这是我按照你进货的成本、佮人数的管销，大概算出来的金标计价。你若我去洗手间去。这个嘢，这个水来，啊，你都没有过咯。我真唔承你呢。你请我袂讲啥？咱讲正经的啦，啊，金我也就叫别人啊，无啥物好留恋的啦。你看伊心内，生遮水，搁强干，是足好的对象咧。啊，甲你嘛会合。你啥物时阵甲人做媒啦？物件紧收收咧，等下咱搁要参加竞标。好啦，紧收收的啦。志强，咱准备来走啊！志强，笑。志强，我听讲金明最近一直咧想办法要对付你，你要较注意的哦。打金明哦，看这样袂爽哦，毋是一工两工尔。搁再讲啦，啊，阮做的生意哦，甲伊也无交叉啊啦，伊会当甲志强安怎？我看是你哦，想人想办要接近志强对无？你，大滚蛋！阿鲁爸，莫搁袂讲话啊，笑。阮即摆要去参加一个健身器材竞标案，若有啥物代志，咱另外再讲。等者，竞标是啥物健身器材？是哦，阮时间真是要袂赴啊，阮等来再甲你解释好无？等一下，有问题，这个竞标还有问题啊！志强，你袂用去。你凭啥物安尼讲？凭我感觉。是哦，你莫搁闹啊，好无？这个竞标案对志强来讲是真好的机会。有你参加就袂用啊！你进前甲高明进传统骗金明，即马你阁想要甲金明合作来对付志强啊，对无？笑，心内是诚心诚意要甲我斗相共，伊替我收集资料，帮助我参加竞标案。我请你莫补偿伊好意。伊进前你要甲金明结婚啊，嘛是共款陷害伊啊！像伊即款人，敢袂知影什么叫做真心真意？笑，你若是继续不留心内，我会甲你收。笑，我甲金明是过去的代志啊，我请你看得清楚。志强，你到底要我安怎讲，你才会相信我？不管你安怎讲，我对心内抱有一把信心。志强，走。志强，啊，你是要去遐斗闹热闹啦？我是保护志强的心呢，只要我伫的，伊袂有危险的。你去遐吼，甲做电灯泡啦。电灯泡？啊，你敢看袂出来？迄志强甲心爱吼，是遮尔啊同心啦。我看免偌久吼，都好事要入来啊。心爱姊嘛甲伊志强，我才袂输伊。连一个报告拢袂晓写，我看你刚刚安尼做工友。是。江明杰，你愿意做工友，
民警拢听金总裁的吩咐。真好。把涂骹油进去。是。江明正会当忍耐，虽知我认定这个人有够勇挺，会当忍受武力的人就愈可怕。我会提防这只阴挺的狗。涂骹阁油了真清气。请问金总裁阁有其他方面？我会甲你训练，互你变做一个真优秀的工友。多谢金总裁。民警啊，你是安那会当忍受我这款无理的要求？我会记你以前毋是安尼。迄是因为以前我毋知家己几娘重。咱的意思是讲，你安尼做一只听话的狗啊？报告总裁，彭志强已经收入去咱拍好的希望底，伫咱安排好的竞标会内底标着运动器材合约。真好，就听我的命令，将希望休去。哎，钟义啊，还有其他代志？谢有甲我探听你要安怎对付志强，我认为这件代志还是要互你知影。钟义，但你即马是表示对我的效忠是？七号叫你一声阿兄，你煞出卖家己的小妹，你会当出卖家己的小妹，你就会当出卖我。七号是你共爸顾母的小妹，啊，毋过伊会心向外人。我若是无甲你提醒，你同款会讲我出卖你。讲的像道理。钟义啊，你对我这尔始终，我实在爱真感激你。金瑶，有令好。恁在开会啊？恁是出去？是。歹势哦，我当地无闲。你若是有啥物代志，请你紧讲。金瑶啊，恁爸爸好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的亲生爸爸天生啦，伊即马是真心要报偿恁的。你看你啦，要风就有风，要雨就有雨。妈妈拜托你，莫把我当作是冤仇人好无？态度小改一下。啊，若无你惹伊生气，妈妈嘛爱受栽殃，你知无？等你无来无志走来遮，我讲遮要创啥？你是第二人生的配偶，做啥物惊伊知影的代志？你嘛相信这暗路行久会拄着鬼是？金庸啊，我是你的妈妈呢，你哪会当纠缠我？我哪有可能在暗中做啥物对不起天生的代志？那安尼，你有啥物好烦恼的？是毋是歹代志做侪啊？看到草纸仔，就甲伊当作是蛇，这都爱怪你，怪你家己心虚啦。金庸啊，好歹你嘛是妈妈怀胎10个月生的骨量呢。你这个做后生，总是会希望妈妈过了好好，莫出代志对吧？我看，你也是去求天生比高考啊。另外，即摆逐工哦，会当食到你炒的菜，真正是我的福气。我自细汉就伫咧顾年伊大汉，是你，予我家庭的温暖，我实在最感谢你。安尼，你就试看卖过平凡的日子，莫搁去想过去的代志，也莫搁行回头路。我会啦，以后我拢听你的。就等啊。
大少爷，你是毋是惊唔到所在啊？我是来看金月的，算起来我嘛要叫伊一声阿姊啊。容易，吃济啦。歹势，行了恁食饭。袂啦，无做伙食。好啊，然后要去提我弟，身上擦一下咧。多谢。冰静，看起来你过了真幸福。伊到底有啥物代志？我愈来愈无法度忍受金庸啊！若我安尼落去，伊不但会想尽办法侮辱你、修理我，恐惊到时阵连咱的血嘛输打骨头嘛无去。你感觉安怎？只要是人哦，拢无可能忍受伊啊！你若突然间甲我讲这啊？你是悄悄的人，我就直接讲。我无想要等到伊夹着我的肉，才开始发条。所以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。只要咱两个联合，就算金庸搁较厉害，嘛无一定带会过咱。Hello，你是咧做啥？金庸讲要用我的厨房，就甲我的物件收喺箱仔底，即摆我拢找无。Hello，你想要保障金庸的心，我会当了解。啊，不过你安尼甲心，敢若想为天顶去啊？伫伊的眼内，敢若亲像无你这个倒上共款，讲话阁遮尔爱歹声扫，讲安尼落去敢好？小哥，金庸的个性啊，甲我真共款。我咧想查某囝霸气一点啊，比较较好。当年我就是这个脾气，若无哪有今仔这个场面？啊，不过塔罗，小哥，我真感谢你会当接受金庸，伊若是对你有无礼貌的所在，讲坏面子，你还加包涵。那安尼嘛应该有一个程度吧？是哦，你自细汉就是岛上抱喺手中大汉，咱要金庸无共款啊。我总是对伊无尽着做老爸责任，我本来应该好好保障伊，敢毋是？你保障伊，那是你甲伊的代志。问题是，自从金庸来啊，我甲卡上就互伊好到边仔去啊。岛上，伊想要偏心啊！是，你甲恁妈妈拢是我生命中上界重要的人啊。啊，不过我卡上两个加起来，拢无一个金庸重要。是哦，你知影你后岛上一向真听你的啊？无毋对啊，是伫个金庸还未出现进前啊。金庸是一个查甫囡仔，岛上当然爱加用寡心来好好栽培伊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承认你重男轻女啊？是哦，你甲金庸拢是岛上的心肝宝贝啊！我是讲金庸是一个查甫囡仔，而且将来伊就是咱义岛集团的接班人，我本来就应该好好去栽培才对。我就知影，金庸伫你心目中比我较重要啦。是哦。最近我怀疑你无用金庸的代志，无用通来看你，希望你会当谅解。金元，敢有啥物需要，我会当替你做的。你毋免替我做啥？金元，请你唔通拒绝我的好意，我是心心诚意的。 再讲，
本来就应该好好来照顾你才对。我爱的资料。警官，明正这个人，我真清楚。我是讲，伊敢有亏待你？可算若是有，我明静已经不是较早的明静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我敢会当请求你一件代志。你讲，你尽量讲。无论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当替你完成。我上该挂念的，就是我的爸爸，是我大汉的爸爸。我是希望你莫搁去为难伊啦。你放心，我即摆对伊只有感谢，感谢伊代替我，甲你甲金明抢养大汉。我甲伊的恩怨已经结束了，我哪可能去为难伊咧？多谢你啦。警官，咱敢需要这么疏远？我知啦，我实在无迄个权利要求你来认我这个老爸。我只是希望你会通稳准我定定来看你。这几十年来，什么大风大影我捌拄过，我就是已经无什么代志会我放袂落心。也毋过，一寡代志是会改变，只有亲情是永远袂变。最近，我常常想到金明，也想到你。谢谢你。你若是有闲，你再过来看我。多谢，警官，多谢你。多谢。谢谢。多少？弄爹啊！坐，来坐。有人讲我大细目，嘛有人讲我重男轻女。为着要公平合理，恁即摆手头会摕到我请律师公证好的财产分配书。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拢会得到我一份财产，而且拢同款的数目。这代表讲，恁每一个人伫我的心目中，拢是同款重要。即摆恁真正看得清楚，若是有啥物意义，拢是一家伙仔，即摆会使提出来讨论参考。有个，这件代志你做决定就好啊，我无任何意见。有份，我嘛同款啦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要伫的是规个伊岛集团，安尼我哪有可能会满意？伊老头路，你廖准讲你对我的亏欠，就只有安尼尔。分财产，伊岛集团根本就应该是我的，这件代志我一定要甲阻止。我反对啦！我认为你这个决定根本就是咧分家分财产。以前敢若有我、卡桑
你讲的时阵，你从来毋捌想过爱分散咱这件代志。啥人因进来，你就要分家啊？一定是你满囝，啥都咱咧做的对无？志勇，莫踮在遮空嘴破气，乌白不落人。金苗，只要倪慧卿讲的较直接，你唔通甲伊计较啊。是哦，这件代志，甲恁玉芬阿姨金明大哥一点仔关系都无，这是道上家己做的决定。目的是希望恁得到财产了后，一家伙会当平平静静、和和气气过日子。我唔相信啦！你如果安尼做，咱哪就来平静啊先？我无可能同意你分财产，我无爱分家。这份物件，我绝对袂可能承认的。只有。只有。你讲，我真正想无呢，道上到底咧想啥？是不是迄只互你只跋入来咱兜？过来是莫名其妙，加一堆工买购买大兄大姐。道上是嫌咱兜阁无够乱些。是嘛？伊竟然去要分财产，我看伊哦，根本一点嘛拢无替咱甲卡上想嘛。是哦，其实我的想法甲你同款，啊，毋过道上的决定一向是任何人拢无法度改变。我才唔管咧，为伫我无责任道上安尼做，我一定会反对到底。无你靠这件代志，毋是道上的意思，是迄只狐狸精甲伊后生细人道上安尼做的。道上只是咧维护因啊，我绝对袂互恁达成心愿。是哦，既然你这有心，哥哥支持你。你讲，你既然要支持，就应该甲道上提出抗议。啊，若无，你一定抓准讲，你嘛同意伊的做法。是哦，前一阵仔发生遐尼侪代志，我实在无想要你道上生气啊。你就是想要听道上的话，随意的伊，才遐尔有做啦。好啊啦，我无想要为难你啊，我只要知影你咧甲我支持就好。家仔有笑，只要伊会当甲所有的家产保护掉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全部接受。志强，是哦。是嘛？你敢袂当甲传统公司的电话互我？我要回去。小哥带。叫我阿鲁巴。我搁出一回爱搬啦，无时间陪你，吼。姐，你是有啥物代志先？我是专工来看志强的，我甲你无啥物代志。对啊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互你知影。我爱志强，我绝对袂放弃追求伊的。假使你对志强嘛有意思，咱两个人公平竞争。是哦。阮大家拢为着订单的代志真无用的，请你有心嘛好好工作。志强，我是认真的。马子，咱公平竞争，你敢接受我的挑战？你讲话啊！是嘛？我来食倒。振兴运动器材公司你好。啥物？取消所有的订单？既然是连锁店的路要订单，另外去公司的总部看下咧，到底是安怎？安尼无缘无故就取消予咱的订单，照合约也赔偿咱所有的损失。阮来遮之前就去过连锁店的总部啊，但是公司已经拢无人啊。我想因早就拍算要倒咱的笑，讲
本就是一间空壳公司。阿伯，我甲心爱爱赶紧赶转公司，通知下游的工厂停止生产，较免互因对阮作为损失。袂用的，志强，假使真正停止下游工厂的生产，毋但进前你会定金摕袂回来，而且对方会照合约要求赔偿违约金，安尼时你的公司就会倒去。也毋过，就算遐工厂会当准时交货，咱也是摕袂出货款会当付互因，结果也是共款的。这个代志讲起来拢爱怪我，我应该事先调查清楚。即摆出代志啊，我要负责，我袂当逃避。志强，这个代志也袂到绝路，我想咱先莫自乱卡步，互工厂接合约继续生产。安尼时，你就当争取时间去找新的买主，就算价销也较低咧。虽然是了钱，也毋过比倒去较好啊。心爱，以你进前公关经理的人脉，这个工课，你一定有法度甲志强斗相共。志强，阿伯这招是有伊的办法啦。即马我会尽全力去找新的买主，我会当化危机为转机，渡过这边的难关。是吗？多谢你。找买主的代志，我缀你去。免遐尔麻烦啦，我会请阮岛上先替你赔违约金，佮投资你，那安尼就会用继续创业。袂用的，这个代志若是传出去，建成运动器材店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。即马，咱一定要保住公司的商誉，安尼时志强才有法度伫商界徛起。笑，多谢你的好意，因为我的想法甲阿伯同款，这边的代志，我要靠我家己的力量渡过难关。嘿，志强才早开始生产，啊，对方就来取消订单，这规代志看起来，一定是有人存心要来设计害志强。一定是金庸啊！我早就甲恁讲过，金庸要害志强，恁偏偏无爱听，即摆出代志啊吼！那真正是金庸对志强做出一款恶毒的代志，我伤过失望啊！我去找伊问清楚。志强，虽然你无爱接受我的投资，啊，毋过我会替你参与真相，一如迄个设计安排你的人。你有照这意思去做？是。爸，金华，你要来车啥拢袂先敲提着，我头去接你。另外啦，紧请爸爸坐落来啊。免啦，我问你，甲志强公司订下，又搁临时抽走的代志，是毋是你设计？我了总有啥物了不起的代志，无毋对，是我做的。你用无正当的手段设计志强，佮讲甲这尔轻松。手段无重要，重要是结果。我就是要互彭志强倒。志强处处在为你设想，你为什么要一直打压伊？连伊辛苦建立公司，你嘛要帮我倒？金外，这要怪吼，就要怪彭志强，定定甲金庸作对啦。人个讲，手骨屈内无屈外，你无帮助家己阿兄，颠倒替外人讲话，敢讲彭志强会比厝内人较重要？你给我点伊啦！你家己生活来怨倒彭志强，你唔免替我来做借口。金华是我的小妹，你上好对伊较好一点。哥，我知影你真疼惜我，也毋过我敢会拜托你看到我的面子上，你着甲志强当作是一个你无熟悉的人，莫管你处处为难伊啊，好无？无可能啦！我甲伊的冤仇，一世人拢无可能化解。我就是要甲伊压落底，我的生活头才会快活。而且这生意场本来就是有输有赢，各凭本事。伊家己无才调是要怪谁 ？Winner takes all。看起来伊是无才调甲竞争最后胜利者。金庸啊，我送你一句话，
是希望你做最后的胜利，才是无毋对。也毋过伫商场上，无论是你讲我鬼，也是争权夺利，拢爱遵守公平竞争这个上界基本的原则。你即马安尼阴险去设计人，破坏做成你的规矩，我看你最后的下场哦，会害到家己的身败名裂。我即马生活头只有一个规则，就是一定爱赢。我无爱做一个受尽委屈的失败者。爸，你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我永远会记在心内。我嘛永远会友好你一世人。啊，毋过假使你硬要徛伫彭志强一边，对我的时阵，我绝对袂手软。哥，你哪会当甲爸讲这种话？爸爸啦，莫阁讲啊！金阳讲的话，应该是一时的气话。爸，金阳，最后要考劝你一句：顺风唔通使尽头。要若无以后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要叫天天唔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咱来等。甲恁大家名声啊，这尔歹看，是毋是无欢喜看到我？有没有？志强迄搭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恁真奇怪，我只不过是想要舞蹈彭志强这小可的代志，谁那全世界人都在关心嘛。我是讲，你若是对志强不满，假死一下就好啊。敢就需要甲伊公司舞蹈？当然有需要。新演场本来就是无情的竞争，伊若是无适合在这社会生存，伊就会去用现实淘汰。你闭一个手段还害志强，这毋是生理上的竞争，是你私心的保护。真有啊，无枉费你甲我是同一个老爸所生的，你知影我想要保护彭志强。是金阳，志强是只有救命恩人。咱报答伊都袂负啊，哪会使搁做出伤害伊的代志？但伊叫气候是跟我什么关系啦？而且这个家除了爸爸以外，就是我伫中厝上大。阮爸仔囝在讲话，查某人在插什么嘴？有没有？注意你的态度甲用词，唔通甲亲人当作仇人。我即摆命令你停止所有对彭志强的报复行动。无可能啦！我的计划一旦执行，就无可能收倒转来。什么人免收，要阻止我？你莫叫是，你是我的亲生后生，就会当无尊重、无法无天。我甲你讲，这个家，同款是我咧做主。好啦好啊啦，大家莫阁生气啊啦。天生啊，等恁爸仔囝有啥物话是免好我讲的啦。那着讲到安尼，颔骨仔紧遐尔啊大条，你若要怪哦。都怪我无甲后生教好啦，也毋过你这个做老爸嘛有毋对的所在。玉芬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你也甲伊共款，是非不分，黑白袂清，我是倒位毋对？你想看卖咧？金阳是咱胰岛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呢。就算讲迄个彭志强搁再优秀，伊嘛是外人啊。你是一家之主，应该传咱规家伙拢支持的高囝才对嘛。天啊，到底是对也是唔对？你莫表示一下意见呢？金明，做人都要有情有义，才会当互人心服口服。彭志强的代志，我袂阁插手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秉公处理。公上，英雄培心啊！
无论是大细项代志，妈妈拢会替你做主，徛在你这边。你摕我的眼内，啥物拢毋是。你上好莫吵我尔事。尼莎，有欺骗，我愈来愈欣赏你。即马咱规家伙仔敢安尼甲桌上讲话的只有你。你无看到我阮爸爸闭面，你真失望着无？你是想对倒位去啊？我是欣赏你的叫声，只是讲我这个客囝讲话无啥物分量，我多替你讲啥物。你一定要坚持落去，袂当放软，安尼才会当互大家尊敬你这位未来的接班人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啊？干拜。平姐，看起来你今仔日心情真好。我只要想到，咱会当联合办到迄个摇摆的金融，我就心凉皮透开。我真恨不得金融倒入去日子会当赶紧来。平姐，以目前阮岛上全力挺金融这个局势来看，敢若靠咱两个力量是无够。少爷，你是伫怀疑我的能力？毋是你能力的问题，咱做代志一定要细腻周全，绝对袂当有任何闹交突切的代志发生。啊若无，若代志无成，颠倒去伤着家己。那安尼，你的想法是？恁台湾人有一句俗语讲，济人济福气，咱爱阁有人加入，做阵联手，才会当保证万无一失。你要找啥？这个人连面就够。少爷，你找这个人，敢会当甲咱共心？放心，我找的这个人，敢无甲咱共心，就准备死。小李，吴总导，坐。少爷，今仔是啥物日啊？哪会形容要请我食饭？我上大，你最近行情袂歹哦。然后问你的福气。好啊，免讲客气话啊，来，我敬两位，祝咱前途光明，同心协力。少爷，你我上大，我这个人做代志一向真阿萨利，无介意转弯世角。少爷，你免讲你的个性，我拢真了解。真好。有什么事？王子啊，安怎？伫日本日子过了好无？我即马甲吴上大做阵咧食饭，你要甲讲啥？吴上大，王子甲你讲话。我知影。吴上大，想袂到啊！王子去日本，竟然加入阮新房组开的酒店。伊的好朋友过去是我伫日本时阵的特助，实在是天咧助我。你放心啦，我是甲你当做家己的人，我袂甲阮岛上讲你甲王子做的代志。少爷，你实在真有北头，而且佫真有本事。来，
我敬你。我上大海，我一向真尊重你。只要你以后甲我共心，我保证，恁的代志只有我知你知，天知地知。明姐，拄则我甲欧上大海讲的话，你出这个门口就袂记。这是当然的。欧上大海，明静已经甲我破目相听了，伊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。只要有人敢反背出卖，只有一条路，死。果然欧上大海是走跳过安尼去，知影轻重。爽！大家啉一杯。少爷，你以前啊久有安尼讲，你要甲我破心肝斗阵，敢咪是想讲要做一件轰轰烈烈大代志？明姐，听到无？乌上大海实在是行仔来，讲一就知影走。我上大爱，找你来相听，若无做大代志，这就看你袂起啊！来，我敬你。既然啊，恁家遐尼啊看重我，我若阁毋知影好歹，安尼我乌上煞毋咧佚佗假。真好，有你这句话，以后我中间有肉食，绝对袂互你淋汤吸骨头。多谢少爷，是讲你叫我配合，到底是要做啥物代志？甲我做阵除掉9月份迄对母仔囝。安怎？我上大海，你会惊哦？笑亏甲，自我出来做路漫，啥物叫做惊我都毋知影。好，为即马开始，咱三个就是同一条船顶的人。生爱做伙，死爱做阵。来，小咱合作愉快，一切顺利。这中间毋是简单的离婚，江明情阁遐尼啊干燥，我一定要小心应对。我会尽全力来配合因，互因来信任我，然后。才看伊是咧吐啥物气泡。想袂到金庸变到这样恶毒无情，已经毋是较早迄个金庸。哼，这叫做哦，好整唔团啦，歹整唔长啦。林天生哦会生这个囡仔，无啥物意外啦。老爸，我请伊20几年，我应该替伊行为负责任。Winner takes all。胜者为王，这句话我想来鼓励伊的。也毋过即摆伊的所作所为，已经失去我原来的意思。金庸因走火入魔啊！伊掠准拍倒别人来成就家己，就是胜者为王。强者生存，胜者为王，本来就是这世间不变的道理。因为我更加相信，忍者无敌。只要有良性竞争，加上联盟合作，一定会当创造双赢的局面。未来的路嘛，一定会愈行愈宽。志强讲了无毋对，拉在别人头壳顶，得到胜利毋是胜利，会当得到人心，会创人心服口服，迄才是真正胜利者。好，真好。你会当超越一般人的看法，会当证明你的见识和眼光有一定的水准。已经成功一半。我感觉这个问题都还未解决咧，免哪有成功的一半啦。女啊，唔通失志，教一摆乖，学一摆精。为伫咱这边已经无退路啊，甲会变乜的？彭志强的公司，互咱安尼舞一个，宣布破产是早晚的代志。伊即马一定头壳冒咧烧啦。总裁。有一件代志真值得注意，就是彭志强到即马拢未通知伊的下游厂商停止生产。
停止生产就等于宣布破产。若是继续进行，伊的负债会愈来愈大。不过，我感觉足奇怪的是，做生意的这款卖价，彭志强无了解准拄线。不过，我的爸爸经验遮尔丰富，伊哪有可能无了解？总裁，我咧想吼，真有可能是彭志强红逼甲无法度，想要倒一届，所以一边继续生产，一边拿找买主。是彭志强的算盘拍唔过去。你即马马上放出风声，若是有人敢买彭志强的运动器材，就等于是甲顾一个做伙。那安尼就是全面封杀。无唔对，绝对要彻底治。有任何的差错，你就知死。是，我绝对有彭志强有路无处，走投无路。我即马随来办。战胜是要安怎？想要拍红不让，我就偏偏要互你三省。喂，中医啊？啥？找到绑匪啊？好，我随来。大小爷，你啥？绑匪人呢？吴上大已经掌握绑匪的行踪。倒上爱我即马就去甲抓转来。笑互人绑票的代志，正经大家拢误会是你做。我即马就去甲抓转来，替你查出到底是啥物人甲你陷害，互你等伊岛家族的地位搁较知。唔免啦，我颠倒想要看卖，是谁遮尔无目睭，竟然甲说客我。恁第一只等我的命令。係。你说小舅，我希望你和我去甲绑票亲友的人抓倒转来，洗清我的冤枉。这个代志叫中医去就好啊。人若抓转来，你赶快会用个洗清冤枉啊。我知影绑票亲友的代志，你相信不是我做的，啊，不过不是所有人拢相信我。我无希望别人在我的背后嘀嘀嘟嘟，讲我是靠势，连洗清冤枉这样代志，也要交别人去做。你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是啥物人遐尼大胆，敢伫你后壁乱讲话？这样代志我真坚持，请你答应。对方是啥物底下，咱无清楚。我咧想一定真危险，而且这个江湖温暖的代志，我嘛无想你插。我是你的亲生后生，身躯顶流的是你的血。我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。我带人去，除了洗清我的冤枉，我嘛希望会当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。少爷，金庸已经调调啊，嘿，咱就照计划。我上大，正到我指挥啦。是。那邱某即马人伫倒位？我听报尾也伫咧讲，较等下啊，伊会伫咧桥骹遐甲一个人见面。假使无我的主标去我掠着，就是功劳一件。少爷，好啊，恁在遮等我，无我的命令不准恁动手。
我会吃。等你来坐啦，安尼有够无？哎呦，这皮包 LV 的呢？我这包钱轻巧嘛，还无够用买这皮包的。你莫想超过哦。我无超过，你较会乖乖送钱过来啊？皮包摕过来，摕过来啊！慢点打！对，慢着！金明，哦，你是我超级偶像诶，我画美你诶，大概哦，你若出场，我当面画，真个真像，哦，我画手像呢。啊，你参战时当时要动出脚。对呀。你若是要顶替我，提起啦，卖着说紧走，提起啦，啊莫提起，走啦，走啦，紧走啦，紧啦！现在要帮你走。你莫俩准讲，我唔知影Q某是绑匪，但我真正想袂到，伊竟然是绑票持有的主谋。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我承认，绑票只有是我计划，也毋过，我毋是要绑票伊来陷害你啊！你是我的后生，我变哪有可能去伤害你啊？伊只是一个袂见效的查某，伊真正遮尔可怕。到我内底，去见林天生，等叶明讲有清楚。金勇啊！你真正要让你伤心是妈妈有不得已的苦衷啊！你到底完全不对的苦衷！我看你根本就是自私，为了你家己什么人会牺牲？你是不是要相信妈妈？也毋过，你是我怀胎10个月所生下来的亲骨肉，我是你的妈妈，这是事实。天下无母是的爸母，敢毋是？无毋对，我是你的亲生后生。啊，毋过，你敢有替我想？你做出一款绑票的代志，毋让你家己犯罪，你搁破坏我得到一套集团的计划。安尼，你想要安怎？我是你的后生，我甲你同款，拢做自私的。我要表现，我要立功。即马甲我记起交代我。你真正叫是了我去见恁爸爸，你就让放掉你的地位也行。人生上解我的份，就是人甲伊无共识。若是知影我反背伊，等我生的后生，伊都会无信。妈妈一个人的信息无要紧。不过，你千万唔通自毁前途。金瑶，你甲妈妈的命是连做伙的。
手难受伤，有要紧无？要紧啊！啊，青蛙呢？少爷，你讲叫阮听你的命令，你也无画出来，但即马无甲手甲受伤，我等于对小组长是咩交代？我会甲小组长报告。我比快先，你先转去。安尼我快甲你保护。唔免啦，你先转去，我会甲小组长报告。相机第一写写的，同我准备送我写照上。是。只要有阮，我就要看你这狗命怪鸟是安怎脱身。这届啊，有真够有力，冒险。哦，有够无彩，明仔就叫金融我多三只签一寡名，外口咱卖少钱的。哦，透到时想啦，底衫啦，减单有够侪钱的。哦，这 LV 呢？嘿。哦，有人咧念经的声，差不多18点地角，我死啊！你唔是甘老王啊？我刚才，我即摆伫咧西方的极乐世界，唔是伫咧阿弥地角。多谢我祖边阿弥陀，阿弥陀。麒麟啊，麒麟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。你无代无志讲，我来掠只要创啊？我想大有交代我，你安尼哦，伫外面四界爬走，向行真紧，就叫伊到小少人撞着。归去，我来收留你，若会当保护你安全，佫会当照三顿来伺候你。我食较歹，我了袂瘾嘞。我是人求魔头吼，毋过我人无瘾头啦。哦，你掠只看袂输犯人嘞，无自由我袂堪要食苦的呢。我甘愿住外口甲米烧炊，加毛麻加减敲一下电话，甲朋友开讲一下。你安尼讲嘛是对啦。你是要咩啊？你是要咩啊？讲，你是要咩啊？什么较乖？爱甲我冷笑话。手机啊！你是要叫我打电话报警吼？你若敢报警，伊马上就无命啊！为什么开始？我你逐工敲一通电话，甲你迄朋友报平安。安尼尔哦，你唔较早讲咧，我拍卡呢？我若袂瘾卡咧。那呢，着甲代志闹好大，大家做伙死。也毋过伫我要死之前，我一定会互你先死。看到，现场都有一个和尚会当替你念经，安怎？要卡唔卡？卡，我无卡。紧嘞！打电话，我过来面卡，我朋友机仔号码，互你看到下底。喂，我求猫的，今日无事啊？嘿，我呢 ？OK， 错。手机用我。等，我甲阮朋友机仔号码烧掉咧，哦，无你查着吼，我报名完无去。对，莫搁甲我拍，我实在无，你去。真正好，较忍耐啦。因为较手较紧的，万一讲已经回来无好诶。你放心啦，民警已经喊咱在天佑进前回来啦。哥，你是安怎会受伤？啊，毋是因为迄个袂见笑的查某，
你是讲？我主动要求伊都台拢，互我去掠绑票青的主票，想袂到竟然是。你是讲妈妈？啊妈，哪会做这种代志啦？算讲我搁较无灵性，我嘛无可能甲伊交伊都头路，所以我已经放伊走。哥，所以你是为着要交代，互伊都他拢相信你，你才家己互家己受伤哦。我来这是要甲你讲，把人害到差点仔死在伊都他拢手头的人，竟然是咱亲生的妈妈。妈哪会做这种代志？伊安尼不但去害着别人，嘛去害着伊家己。啊，即马连你嘛拖落水，妈真正是。我忍受委屈，留伫伊都他拢身躯边，就是为着要甲咱家的财产甲权势全拢摕倒转来。不过真正想袂到，这个查某竟然破坏我的计划，我真正……哥。哥，敢会是伊都他拢找你？是个袂见笑的查某。紧接妈妈的电话啦，金明。紧接电话。哥。你唔着紧接！枉费我甲你当作心肝宝贝，还够你！你要伤害我的查某囝，我绝对会跟你计较到底。你来问，搞玩弄你，go！你即摆是要安怎？你这边会死啦！是哦，我唔是你的敌人，我嘛唔是你的朋友。你做志强的小妹，我做志强的女朋友。我一定要知影绑票机的主使者是谁。你是当然，我绝对袂放过人。